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18篇18至19節：我遭遇災難的日子，他們來攻擊我，但耶和華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悅我。我遭遇災難的日子，他們來攻擊我，但耶和華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悅我。神啊，無論喺順境或者逆境之中，我哋都要高舉你，讚美你，因你係我哋嘅力量，倚靠係我哋嘅保障，又因着你嘅憐憫同埋信實，喺面對艱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向你呼求，你必與我哋同在，垂聽我哋嘅禱告，賜予恩典同埋拯救，使我哋唔再孤單，可以重拾信心同埋盼望，有力量前行。神，你領我哋到寬闊之處，我哋靠着神脫離轄制，喺基督裏得着真正嘅自由。感謝神，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